咱台湾的防疫是互世界各国拢真懊恼。咱国驻法国的代表吴志忠最近就互邀请来参加到法国参议院的听证会，来分享到台湾抗疫的经验。另外，顶个月到台湾访问的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嘛来发文章，讲伊甲咱助理的美国的代表萧美琴通电话，来讨论到防疫的议题。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嘛伫线顶的防疫研讨会，甲各国的专家来讨论，大家互相学习，共同来面对着疫情的挑战。我20岁暗，咱台湾伫咧法国的代表吴志忠参加法國參議院聽證會，分享台灣對抗疫情的經驗。Il est à noter que Taïwan n'a jamais été confiné et que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s'est maintenue à un taux de 1,5% pour cette année. 參加的人真歡迎台灣的喙暗是安怎生產的，討論甲日不不。這是咱台灣頭一擺獲邀請加入參議院聽證會，和台灣法國的關係愈來愈密。啊，大西洋另外一邊的北美洲。8月份，捌訪問台灣的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喺 Twitter 鋪文講，和代表蕭美琴通電話，講到和台灣衛生醫療合作做得真好，想要學台灣的到日本和瓜地馬拉有全世界合作的訓練，作為舉辦防疫研討會。I am grateful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Japan for this valuable initiative. 所谓政委东方和真济国的防疫专家嘛拢有参加，因透过网络和理念相我的国际好朋友，做伙同齐来对抗疫情。